师傅们常常夸耀这个机关有多难多难，还不是被我2、3下就搞定了？李一焕，你真是个天才！阮先生，你立刻飞鸽传书给太子他们，告诉他们，一环已经出谷，让他们务必保护好一环。看桃仁，好看，多好这个！哎，卖鸟嘞！哎，您看我这鸟。鸟儿应该自由的飞翔，不应该在笼子里。哎，您干嘛？对不起啊。师傅们都说清甜无道，民不聊生。可为什么京城又如此繁华呢？难道是师傅们久未出国，已经不知道这个世界变了吗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一让，让开，让。干嘛呢你？啊？对不起啊。不妨事。是，少爷。要把这些人押到哪儿去啊？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菜市口了。菜市口，卖菜的地方。哼，菜市口你都不知道啊？菜市口是朝廷行刑的刑场。那他们犯了什么罪啊？那车上还有婴儿呢，也要被砍头啊？哎，他们可是前明的余孽。口口声声要光复大明，这都是特等的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当今皇上这么残暴，诛九族，怪不得这些人要光复大明。我说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啊，你信不信我？哎，这位小兄弟，不过随便说说，不妨事。是。小兄弟，听你的口音，不像是京城人吧？第一次来，来京探亲访友的，算是吧。主要我想看看紫禁城长什么样，再吃点京城的美食。如果有机会能看到皇上长什么样就好了。要瞧紫禁城容易啊，远远的看一眼也就是了。要是京城的特色美食，京城第一酒楼一定能包你满意。但是皇上身居大内，可不是你想瞧就能瞧见的。瞧不见就算了呗。我也只是好奇而已。哎，你们说那暴君是不是长得青面獠牙，极其恐怖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又没见过皇上，凭什么说皇上长得青面獠牙？还诅咒说皇上是什么暴君？你找死啊！本来就是，我虽然没看见过皇上，可他动不动就株连九族，连生下的婴儿都不放过，不是暴君是什么呀？你要再敢胡说，我就把你……可我听说，当今圣上年少，虽然早已亲政，可朝政依然把持在辅政大臣鳌拜的手中。你说的暴政，可不关康熙皇帝的事儿啊。你说的这些啊，我都听不懂，但我只知道，皇上贵为天子，就要为老百姓负责，既已亲政，还让鳌拜为所欲为。我看啊，他不是暴君，那也是个昏君。你要再敢胡说，我立刻……说的对，任由朝政把持在他人手中，不是暴君，
也是昏君。瞧他那把扇子很是名贵，我还是不要招惹这种人为妙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饿了，要不然先把你填饱了，再去找猪哥哥他们。这难道就是刚才那位富家少爷说的京城第一酒楼？那全京城最好吃的东西，肯定就在里面了。您慢走。哎呦，客官，您里边请。您请。客官。来，客官，您坐这儿。我要坐那儿。哎，我要看着京城最好的风景。就这样。客官，您一个人犯得着用那么大的桌子吗？要不咱换换？我一个人怎么了？我能吃4个人的量。去，给我拿菜单。哎。哇。好巧，又见面了。原来是你啊！哎，这位大哥，你干嘛总盯着我看啊？我脸上长花了。客官。他桌子上的菜给我来一模一样的。客官，那桌还有客人没来，您点那么多，一个人吃得完吗？哎，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我让你去给我做，你就赶紧做。哎，等一下，再给我来一壶好酒，我要你们酒楼里最好的酒。好嘞。去吧。哎呀，京城的鸟啊，走你！我说这位大哥，干嘛一直瞪着我看啊？还瞪我是吧？行，今天你瞪我，那我就瞪你，看谁瞪得过谁。说了啊，看你还敢瞪我！无赖！好吃的，先吃哪个？尝尝。来，请来。不太够。啥？听说你们京城最好吃的是烤鸭，对吧？去，给我拿一只。客官，您点的这桌菜，足够4、5个壮汉吃了。烤鸭你吃得完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怕我吃不起是不是？
我有的是钱。去，给我挑只肥的啊！客官，烤鸭。烤鸭。你看他的吃相啊！你这快吃相来，你们看，你看，笑什么呢？就笑你怎么了？长得跟个姑娘似的，吃起饭来跟头牛一样。我花你们家钱了，穿你们家衣服了，吃你们家饭了。看不出来，你不仅食量大，脾气也挺大的呀。今儿我就替你父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改给你的臭毛病，不然以后可娶不着媳妇儿。想教训我，小爷请你们吃鸭肉。不。找死！哎，打了横是吧？哎，各位，来这京城第一酒楼都是寻开心的，兄台何必跟这位小兄弟过不去呢？你是谁呀？要你多管闲事儿？在下龙三，小二来了。怎么了，几位爷？这样，你给这位客官加几个好菜，再加一壶好酒，都记在我账上。在下替这位小兄弟向你赔个不是。哎，来，几位爷消消气儿，这边请。小二，这些银子够不够？够，用不了这么多。剩下的都赏你了。好，谢谢爷。果然是个富家公子，哼，有钱了不起啊！别以为你替我道歉，我就会感激你。嚯！小兄弟，看你那么喜欢吃美食，这个呢，是我自家带过来的糕点，外面吃不到的，赏脸一品吧。这个真好吃，你们家厨子可真厉害。哎，你那个大个子跟班呢？啊，我让他出去办事了。可惜我吃的太多了，这也吃不下了。小二，哎，来了。你帮我把这些全都包上，我要带回去。好，那请先结下账。哦。不用找了，这不够啊！这可是整整1吊钱啊！拿去。这还差得远呢。这回够了吧？只够个零头。这么多钱只够个零头？你这京城第一酒楼的菜也太贵了吧？这些钱都是我跟我兄弟姐妹1年的利钱呢。这儿可是京城第一酒楼，可不是你们乡下的草棚子小饭馆。你看看咱这桌布，再看看咱们店的陈设，啊！我跟你说，除了皇宫敢用黄色，普天之下没人敢用黄色，唯独本店。为什么？因为本店是先皇特许。啊，这样吧，这顿饭钱我来出了。哎，且慢。虽然我知道你比我有钱，但是我也知道，无功不受禄。这样吧，我能不能先欠着，等我哥哥来了以后再付给你？可以啊，但是把你刚才掏的那块玉压在本店。
带着这块玉赶回客栈，晚上会有别的叔叔接你回明珠谷。义父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跟你在一起。义父要为刚刚被绞死的那几个人收尸，这件事情太危险，你不能跟着我。那些被绞死的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义父为什么要去给他们收尸？你还小，你不明白。记住，这块玉是你亲娘留给你的最后遗物，也是唯一能证明你身份的信物。你千万不能把它弄丢、弄脏。不行，这是我娘死前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，不能给你。那客官的意思就是要吃霸王餐了。小兄弟，这个京城第一酒楼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礼敬天下身怀绝技的能人异士。所以呢，你要是有什么绝技的话，能露出个1、2手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免了这顿餐费。对，如果你实在没有现银的话，可以露手绝技给大伙儿瞧瞧。那什么样的绝技啊？来，小兄弟啊，你看到这上面挂的字画了没有？只要你能题一首诗，写一首好字儿，或者是画一幅画，就够格了。不瞒兄台，诗词歌赋、书法绘画，我样样都会，但是可能比不上这上面的墨宝吧。若是小兄弟觉得自己文采稍逊的话，那会不会什么别的？比如某种乐器、舞蹈，或者武功杂艺？没错，乐器嘛，我会好多种，舞蹈、杂艺、18般武艺，我也都会那么一点点。但是绝技，恐怕还谈不上吧。原来客官所学杂而不精啊！哎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这位小兄弟啊，年纪轻轻的就什么都会，已经是很难得的奇才了。这样吧，小兄弟，你就挑你最精湛的技艺来露一手，看看是否合格。若是不够格的话，我来给你做担保，等你找到你哥哥再来结账不迟。好，就听龙少爷的，挑个您最拿手的，来一个给大伙瞧瞧。好，来一个。多谢兄台。他要干嘛呀？小兄弟，你这手上功夫虽说不上如何，但也算不错。好，原来小兄弟最擅长的是轻功啊！走了吧？当然可以，还请您留下高姓大名，下次再来本店提您名字可以打折。姓名就不必了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你这京城第一酒楼的一顿饭，够我跟我兄弟姐妹过1年了。先撤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来京城的第一顿饭花了我这么多钱，还没找到朱哥哥他们就变成穷光蛋了。要是再找不到朱哥哥的话，那我就要露宿街头了。等会儿那个龙三出来，他往那边走，我们跟过去，然后把他抓了。
龙三。哎，兄台，我正要追上你呢。哎，兄台，喂，我，哎，小兄弟，不要问。刚才我看到几个江湖人士在打手语，他们好像要对你下手。不会吧？我平时极少出门，没有什么仇家。你当然是没什么仇家了，但是你爹娘没有教育过你吗？出门财不可外露，估计啊是盯上你的钱了。我这个样子很有钱吗？一看你就是一个不经常出府的大少爷吧，没什么江湖经验。你啊，虽然穿了一件普通的绸衫，但是你手上那个玉扳指，还有你的帽子跟腰带上镶嵌的美玉，都是极品兵种。再看看你这把古扇，这扇面是黄庭坚的真迹吧？足以买下这整栋酒楼了。我倒是忘了这些细节了。小兄弟，你真是好眼力啊！哼，其实在下的能力呢，不光是刚刚在楼上说的那些，我对鉴赏古玩玉器也是不在话下。多才多艺，真是多才多艺。哎，不知道小兄弟叫什么名字？我们交个朋友吧。哎，你先别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先问你，那个揪我小辫子，你那个大个子跟班呢？我原来还带了几个跟班，不过都被我派出去办事儿了。我们约好了，在街角转头的那个书画斋门口碰头。哎呀，如果你这样一个人出去的话，估计你也走不到书画斋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看在你刚才帮我解围的份上，又请我吃了一碟点心，我来帮你。先帮我开个房间。意思啊？那就多谢小兄弟了。想不到这天子脚下，北京城内，光天化日还有人抢劫绑架，也难怪朝廷会实行严苛的刑罚。亏你还饱读诗书，这什么狗屁道理？推行暴政，我虽然不懂国之大事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唯有仁政才能治理天下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去换衣服呀！哦。你不是龙三，怎么样，中了小爷的金蝉脱壳之计了吧？傻了吧？那个龙公子我们跟了好久了，今天就是你坏了我们的好事。所以你们想干嘛呢？快！完了完了，这下惨了，龙三啊！我不过吃了你一碟点心，却要把一条命赔给你了。你肯定会误会我顺走了你的财物，在背后骂我见利忘义、不讲信用。哎呦，真的是冤枉死我了！少主，今天有人破坏我们的计划。好，
什么人？这个人的声音好熟悉啊！放下。欢妹，怎么是你啊？把绳子解开。猪哥哥，猪哥哥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少主，这位是？她是我的小师妹易欢。啊，这些打架劫舍的人，你认识啊？你别胡说，他们都是我们联盟的好兄弟。易欢姑娘，刚才真是多有得罪，没想到我们居然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你们为什么要劫那个龙三啊？京城的达官贵人们都爱去那第一酒楼，所以我们在酒楼当中也安插了眼线，方便我们打探消息。这几天来，我们发现那个龙公子经常出现在第一酒楼，暗中查访各种民间消息，行迹可疑，出手又非常阔绰，所以我们打算绑了他，盘问盘问，顺便从他身上捞点钱财，用作咱们联盟的活动经费。没想到啊，却让你给破坏了。哎呦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是自己人，我还以为他们是绑架良民的土匪呢。我一大早就接到师傅们的飞鸽传书，说你也来了京城，让我务必保护好你。我正想着怎么才能找到你，没想到我们竟以这种方式见面了。这家慈航药铺是咱们联盟在京城的据点之一，掌柜的还有店里的伙计都是咱们联盟中的兄弟。我现在的身份是这家店里新聘的坐堂郎中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在外人面前要叫我李建清李先生，不许再叫我猪哥哥了。知道啦。哎，猪哥哥，叶哥哥、雪姐姐、樊姐姐呢？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了。哦，我呢，在指挥兄弟们绑架龙三儿。没想到却歪打正着碰上了你。对了，你为什么要帮龙三儿啊？这个嘛，我先进去换件衣服，出来再跟你说。你就因为吃了他一碟点心，就去替他冒这个险？其实说实话，我根本就没想着要去冒险。我本来想着以我的轻功，就算打不过那几个乞丐，也是可以逃跑的。你呀，从小练功就不肯用功，又很少出门，缺乏江湖经验。这次幸亏是遇上了咱们自己的人，不然你现在就……你让我怎么办？咦，猪哥哥，你平时不是很讨厌我的吗？总是嫌我这个嫌我那个的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不就少一个大麻烦吗？呸！胡说什么呢？一点都不知道忌讳，赶紧呸一个！好，我呸！我什么时候讨厌过你？你是故意气我的，是不是？我开玩笑的嘛。行了，猪哥哥，我得出去一趟。不行，不告诉我你去哪儿，别想出这个门。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这次我不会再出事儿了。我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当面还给龙三。这个龙三身份很可疑，你要多留一个心眼，见到他，仔细打探一下他的底细。知道啦，猪哥哥，走了。你当心点啊！我们家少爷等你好久了，你一直没来，这不，龙三少爷有点急事儿就走了。他就这么走了？龙三少爷叫我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你。那他临走前有没有说什么？他不会误会我不讲信用，把他东西都骗走了吧？哎呀，这怎么会呀？龙三少爷从不把身外之物放在心上，倒是对小兄弟挺关心的。他跟我们说了，一旦有你的消息，叫我们马上派人到他府上去告诉他一声。他是哪家府上的少爷啊？这个我就无可奉告了。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把这些东西当面还给他，以免他误会我。哎呦，龙三少爷说了，这些东西啊，就全送给你了，就当你对他帮忙的一点谢意。这些东西都很值钱的，他全都送给我了。龙三少爷对你倒是很欣赏的，还想和你交个朋友呢。小兄弟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那既然他也不肯说他的真名，我为何要坦诚相待呢？好吧，既然他都送给我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
哎，小兄弟，那以后如何联系你啊？告诉龙三，有缘自会相见。真金的呀！这车主也太有钱了吧！哼，看这车夫刚才那么嚣张的样子，估计这个车主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就当劫富济贫了。中堂大人，这边请。中堂大人，请上车。大人慢点。当今世上，只有4位辅政大臣之一的鳌拜人称中堂。难不成这车上的人是鳌拜？鳌拜权倾天下，怪不得这车这般华贵，行人也都避让不及。想来他们也都认得。哎呀，一欢呀一欢，这次你可玩大发了。这鳌拜可是大清第一勇士，要是被他发现你这个小毛贼，你这小命可就不保了。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你可一定要保佑我。奴才见过中堂大人。公公不必多礼。宫中一切可都好吗？一切尽在中堂大人的掌控之中。皇上好吗？皇上现在每天还是跟一些小伙伴们摔跤玩耍，无心朝政。他那都是故意做给老夫看的吧？当年顺治爷临终托孤的情景，老夫至今难忘啊！只可惜这个小皇帝翅膀眼看着就硬了，有点看我等老臣不顺眼了。其实，皇上还是很念旧情的。帝王天子，有谁是心慈手软、真念旧情的？翅膀硬了，总是要飞的。你还是继续给皇上进补吧，每日1盅大补汤，你一定要看着皇上服下去。奴才明白，奴才一定尽心伺候皇上。这是这个月的大补丸。多谢中堂大人。赶紧送公公回宫，公公不便在外久留。奴才遵命。回宫？难道是回紫禁城？我的天哪！看来马车已经进了紫禁城。今天白天只看了紫禁城外的样子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。这马车等会儿肯定要出宫回鳌拜府。我是继续躲在马车上等出宫呢，还是找机会留在皇宫啊？好难得有机会进了皇宫，我要是不观光一下就离开，会不会太可惜了？公公，您慢点。
公公，这儿有没有方便的地方？这一路可把我憋死了。这宫里的路不好找，还是咱家带你去吧。哟，那有劳公公了。哎呀，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你饿了，别叫了。御膳房里面有举世无双的美食，要不然先喂饱肚子。御膳房。幸亏猪哥哥给了我这张地图。这么多金银财宝，全是真的！上老板的车反而因祸得福了。我得把这些金银盘子全都带走，带到明珠谷给我的姐妹们。都是皇上用的东西，太棒了！快快快快！行了，你还要都拿走？是你啊？谁啊？我跟你不熟，别跟我套近乎啊！哎，是我。哎，是你呀！是不是在里面？啊，我记起来了，我记起来了。嘘啊，嘘，我们换个地方说。走走走走。哎，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。啊。吓死我！哎，多谢你啊，还好有你在，要不然我就被抓了。不过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怎么会在皇宫看见你呢？而且你对皇宫的地形如此熟悉。我呀，我是这个宫里的御前侍卫，所以啊，我对这个皇宫啊特别熟悉。你在宫里当差啊？怪不得那个书画斋的老板不肯跟我透露你的身份呢。原来如此啊！小兄弟，还是你说的对，有缘自会相见。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么晚进宫来做什么呀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要多倒霉有多倒霉。我在路上走得好好的，看见一辆马。
喜，但没有想到他居然如此放肆，胆敢公然勾结内奸，真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。还是小皇帝无能呗，这拉屎的呀，居然被吃屎的欺负。小兄弟，你这话未免也太糙了吧？话糙理不糙啊，我说的都是实在话。如果这个皇帝是个英明君主的话，那怎么可能任由鳌拜这么嚣张跋扈呢？小兄弟啊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这皇上年少，刚亲政不久，要整顿朝纲，自然是需要时间的。而且他确实想做出一番大事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也不会派我乔装打扮，在宫外打探消息了。怪不得你在酒楼花钱这么阔气，原来是奉旨花钱啊！你这个差事不错啊！哎，我都跟你聊饿了，还好我在御膳房拿了点吃。这样，我带你去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慢慢吃。去哪里啊？哪儿啊？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哦。可是这御厨做的就是不一样，不光做的好看，吃着也香哈。那当然，能侍奉皇上的御厨，那都是天下第一的大厨子。哎，你不是说你是皇上的心腹侍卫吗？那你是他的御前侍卫，你想吃什么可以找他恩赐啊。那干嘛半夜3更的去御膳房偷吃的？我哪是偷偷去吃啊，我那是光明正大的去吃。你要不是为了掩护你，我哪会被那些相熟的侍卫追着满宫跑啊？怎么？不对啊，这2种糕里面掺了不同的香料，会使人慢性中毒的。中毒？你别开玩笑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些糕点是皇上最喜欢吃的，而且皇上平时进膳的时候，都是有专门的人用银针试过的，也有专门的人试吃，怎么可能会有毒呢？真的，这里边的香料性热，而这个糕点里面的香料性凉，2种单独食用不会中毒，但是混在一起长期食用就会使人中毒，并且可以使人心智受损。你没开玩笑啊？干嘛？别动，我来给你把把脉。这位小兄弟，你的脉象已经显示你慢性中毒了。那个替皇上试吃的人，不会就是你吧？实不相瞒，其实呢是皇上和我最近都感觉到身体不适，所以呢特意让我来御膳房求证一下。原本呢我是不相信宫里的太医，所以想取几样食材拿到外面去给宫外的名医看看。一开始见到你在那儿的时候，我以为啊你是下毒的人，派来毁灭证据的。后来看到你毫无顾忌的大吃大喝，然后又跟我说了这些话，到现在我才相信你。遇到本李大侠李易欢算你运气，知道吗？李易欢，姓李名易欢，这名字挺好听的。那当然了，我不仅名字好听，还会识毒，并且还会解毒呢。那我和皇上的毒能解吗？哎呀，你和皇上的毒嘛，解是可以解，不过这药材配起来比较难，而且这药材价格不菲啊。钱不是问题，你想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。好，3日以后在第1酒楼，我带着解药，你把药钱给我。这个药钱嘛，10两黄金。没问题，我看也不必等到3日以后，我这边御班制肯定不止10两黄金，你先拿去吧。哇，果然是个好班制啊！你就这么把班制给我了？你也不怕我骗你？我相信你，虽然我们2个相识不过1日，但是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有本事的人。只要是有本事的人，都不会因为钱财而背信弃义的。有眼光，我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我的本事不光这些，还有很多呢。以后有机会慢慢让你见识啊。好啊。不过呢，刚才在御膳房咱们2个交手的时候，我发现你的武功啊，
其实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啊。没本事的人才会靠蛮力，像我们这种有本事的人是靠这里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我就是一个江湖小贼，我这点本事也足够了。但是你是御前侍卫啊，那你这三脚猫的功夫怎么当的御前侍卫？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你投了个好胎，有了个好爹，才让你当上御前侍卫的？实不相瞒，我确实是投了个好胎，有个好爹。我祖上啊是8旗的贵族，我能随侍皇上，也都是我们家里人帮的忙。任人唯亲，这康熙小皇帝啊，果然不是什么明君啊。哎，也就是你啊，说这样的话，要别人说这样的话呢，我早就拉他去见官了。不过呢，你虽然言语上对皇上不敬，但是我能看得出来，你心思不坏。你这个小兄弟吧，通情达理，仗义疏财。我决定了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来，今天高兴，喝酒。我这壶底的酒可不是一般的酒，这个酒呢是我在山里发现的野山葡萄酒，也不知道哪位仙人何年何月何日酿造的，总之特别好喝。你别以为你是皇上的小跟班，吃惯了好多御食，好多御酒，就不把我这个酒当回事儿了。我这个酒啊，可比你那些御酒好喝多了。爽，尝尝。怎么样？啊，是好酒啊，是吧？多喝点。哎，小兄弟，你是哪儿的人啊？为什么要进京啊？我呀，我就是一个江湖游侠。我进京呢，就是来看一看京城有多繁华，吃遍京城的美食。二呢，我是想找一些珍贵的药材，配一款冰肌雪肤养颜膏，给我姐姐脸上疗伤。你姐姐的脸怎么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一说到这事儿吧，我就特别内疚。小的时候啊，我背着大人，拉着我姐姐去山里玩。哎，妹妹，咱们回去吧。平日里师傅们都不让咱们上山玩，说山里有野兽，那是他们吓唬咱们呢。走吧。哎呀，走啦！所以我姐姐脸上就落下了伤痕。我义父是个名医，他说要想治好我姐姐脸上的伤，就得用稀有的药材配成一副冰肌雪肤养颜膏。但我们家比较穷，这些药材一直凑不齐，所以我就想啊，什么时候能把我姐姐脸上的伤治好就好了。我姐姐可是个大美人，但就是因为脸上的伤让她变得很自卑，所以我希望我能早日帮她配齐这些药，治好她脸上的伤。所以你刚才不跟着那辆马车出宫，不是为了进御膳房偷吃东西，而是为了找太医院，去找那些能治好你姐姐脸上伤的药。对啊，本来我想先饱吃一顿再去太医院的，没成想。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啊，我喜欢你的性子。哎，你多大了？我呀，我是顺治12年5月初4生的。5月初4？啊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太巧了，我也是5月初4。啊，只不过我是顺治11年的，比你大1岁。这么巧啊！哎，你说咱们两个1日之内相逢了2次，我觉得咱们这个缘分匪浅呀，不如我们今天指月为誓，结拜为兄弟，如何？从来没有人想着跟我结拜的。不过我以前老看古书上说，那些古人们结拜好像挺有意思的。当然了，我也一直想这么做来着，可惜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。
既然你我这么有缘，那就结拜吧。我长你1岁，我做大哥，你是小弟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岂不闻古人有云：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咱们既然结拜，就不能以庸俗的年龄论长幼，咱们得看谁的见识广，本事强。刚才你也说了，我的见识广，本事强，所以我是大哥，你是小弟。这也行啊？当然了，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，再来打一架，谁赢了谁是大哥。不打。行，居然还有人想当我的大哥。行，你是大哥，我是小弟，好了吧？我李易欢，我龙三，今日对着月亮发誓，结为异姓兄弟。从今往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永不背弃。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如有违誓，天打雷劈。大哥请，小弟请。啊，对了，我们现在都结拜了，以后不能骗你了，要不然会天打雷劈的。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可真是个小白兔！我之前说那个解药说要10两黄金，其实只需要10个铜板。我跟你结拜了，所以自然不能骗你了。哦，还有这个玉扳指，还给你吧。我是刚开始看你那么有钱，所以想顺便敲敲你的竹杠。不过现在咱们都结拜了，我就不能再骗你了，我得讲义气啊。大哥果然是个性情中人。不过我们刚刚对着月亮发誓，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小弟的东西呢，就是大哥的东西。这个玉扳指啊，大哥你就好好收着吧。这个东西啊，小弟多的是，不必还我了。当真啊？当真。我们刚刚发过誓的，你总不想让小弟被天打雷劈吧？像你这样的小白兔，行走江湖不得被人炖了给烤了吃啊！不过你放心吧，现在有大哥在呢，大哥保护你。行，那日后小弟就多仰仗大哥观察了。放心吧，乖啊！我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猪哥哥，我看看啊，有没有受伤啊？哎呀，猪哥哥，别大惊小怪的了。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？什么事都没有啊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大家为了找你一宿都没睡，各个据点也都派了人，满北京城的找你。樊师妹到现在都没回来。一欢，谢姐姐，你急死我们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嘛，没想到我一夜未归，大家这么兴师动众的。欢妹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。如果你出了事，整个联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你。如果因为你牺牲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，你心里过意得去吗？我知道了，猪哥哥，我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这样。不过，你们知道我去哪儿了吗？去哪儿了呀？紫禁城。你不是跟我说去庙会了吗？是啊，我事先去的庙会。我去了庙会以后，我还去紫禁城溜达了一圈呢。我不光进去了，你们猜我看到了谁？我碰到了皇上的御前侍卫龙三，我还跟他结拜了呢。啊？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我，给我。哇，看，没骗你们吧？我不光跟他结拜了，我还成了大哥了呢。他居然认我当大哥，我从小到大都是最小的，没想到我现在成大哥了。原来龙三就是康熙的御前侍卫，是替他在外面打探消息的，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。欢妹，你要多跟龙三联系，要挑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，也许龙三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。没错，你昨晚不是正巧碰见鳌拜勾结内奸吗？这样一来，小皇帝肯定就更加记恨鳌拜了。可是我跟龙三都结拜了，他是我兄弟啊，我们已经发誓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
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？环妹，情有轻重，义有大小。江湖情义固然重要，但那是小情小义。联盟光复大明，那才是大义。一欢，你要相信咱们这些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姐妹，可不能被刚认识的人给迷惑了呀。那好吧，我听你们的。皇上头晕的毛病可好些了？略好些了。只是皇祖母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和皇后唠些家常。下去。是。现在你可以放心的说了，皇上这头晕的毛病，可是有什么古怪？是有人在皇上的饮食中下了毒。下了毒？那太医院的人回话说皇上患了风疾。哀家也奇怪，皇上啊，从小就习武，身子骨健壮着呢，又正当年少，怎么可能患上风疾呢？这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，下的什么毒啊？是否危及到生命？皇祖母放心，倒不是什么要命的毒药，只是2种药性相克的草药，长期服用会引起心悸和头晕，无法理政。明白了，竟有人如此胆大包天，肆无忌惮，这在朝里找不出第二个。想必他是看上皇上长大成人了，却不甘心还政于皇上，居然不惜铤而走险来毒害皇上。皇祖母，那个狗奴才已经如此大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如今恐怕也只有您老人家能想办法来压制他了。哀家老了，忠心于哀家的那些老臣们，病的病，老的老，死的死，都指望不上了。此人嚣张。给你的，怎么煎怎么服我都写好了，1个月之内按我说的做，保你跟皇上体内的毒全部消除。多谢大哥。小小意思，不用客气的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你为你姐配的那个养颜膏需要的药材也写一份给我，我回头帮你去太医院取去。真的？谢谢龙小弟。自家兄弟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你们查到那个给皇上下毒的人了吗？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也猜到了7、8分。会不会是那个中堂大人鳌拜啊？他那天说让宫里的内侍给皇上进补，是不是就是给皇上下毒啊？大哥，这外面人多嘴杂的，咱们好久才见一次。今天我们只谈美食，不谈国事。对对对，美食当道，其他的靠边去吧，吃吧。好吃。哎，大哥，我送给你的那把古扇子呢？那把扇子啊，太贵重了，我不敢拿着，所以呢，改明儿我给它当了，兴许能换好多钱呢。大哥，那把古扇是我阿玛赠给我的，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。我和大哥呢一见如故，很是投缘，所以把它转赠给大哥。没想到你却想把它拿去当换钱。
呸！我说错话了嘛，别生气啊，龙小弟。您放心吧，那把扇子我会好好保存着，我绝对不会把它卖了。如果丢了的话，那我就出门被雷劈，下河被水淹死。你也不用发这么毒的誓啊，只要你心里有小弟就好了。哎呀，龙小弟，你不知道，你是贵族家的小公子，而我呢，从小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山谷里面，全谷的人呢，连一件像样的绸衫都没有。每当过年啊，所有的人分一头猪吃。来到京城以后呢，我觉得京城好繁华呀，我特别想努力赚钱，把这些钱都带给乡亲们，让他们过几天好日子。大哥，以后呢，要是缺钱的话，你就来找小弟我，小弟别的忙帮不上，银钱这方面啊，很是方便。只是，大哥千万别再把我送给你的东西拿去卖了换钱。哎，那可不行。虽然你是我兄弟，但是你已经帮我很多了，我可不能再让你帮我了，我要自己赚钱。我知道，大哥这个人呢，表面上看上去放荡不羁，其实啊还是很有原则的。哎，我的龙小弟也不错嘛，仗义疏财，通情达理，最主要的，大气有钱。能得到大哥这样的评赏，小弟心里甚是欢喜啊！来，喝一杯。喝，干了。好热呀！为什么这么热还要开会啊？此人就是孙福，他曾是我二儿子，也就是奕欢的二哥李四星的心腹副将。当年我跟吴三桂在滇都大战，四星是怨恨我为了保护先帝，亲手射杀了他娘亲跟他妹妹，从此不知所踪。这孙福也下落不明。如今我们得到消息，孙福已经投降了清廷。现在，我要你们全力活捉孙福，把他带回明珠谷，从他的口中逼问出四星的下落。这孙福都投靠了清廷了，那我二哥会不会也投靠清廷了？奕欢，不要胡说。你二哥是我的亲儿子，是我一手教养成人，他是宁死也不会投降大清的。他的失踪，要么就是生我的气，要么就是被孙福暗害，为国捐躯了。孙福投降清廷以后，清廷对他很是重用，不仅赐了满姓，还封锁了一切有关他的消息。所以我们调查了这么多年，直到如今才探查到，元州知府阿克塞纳木泰就是当年李四星将军的副将孙福。他为了防止身份暴露，行事非常谨慎，出入都有大批士兵把守。为了保证能够活捉孙福，李欢，我们必须集体出动，明日便赶往元州。啊，明天就出发？对，等樊师妹执行任务回来，明天一早便出发。能不能过2天再出发呀？这来京城还没几天呢，庙会还没逛够，好多好吃的还没吃呢。龙小弟还跟我说他要请我吃烤鸭呢。爹，晚几天再走行不行？我们去元州不是游山玩水，捉拿孙福关系到查探你二哥四星的下落，必须马上执行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要是不愿去，那就跟着义父回明珠谷吧。回明珠谷？那我还是跟你们去元州抓什么阿克、什么泰什么的吧。奕欢，这次你要把你的玩性全都给我收起来，跟着你的几个师哥师姐，好好的完成任务，知道吗？大师兄，我看这样吧，此次劫人就由咱们4个来完成，让小师妹只负责接应就好了。还是叶哥哥对我好，不像某些人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，讨厌。你就是嫌我烦，我也得提醒你一句，坐直了。此次行动是我们5个人出师以来第一次集体行动，切莫大大咧咧的，不当一回事。认真点。
好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分你一半。那可不行，是你解了鳌拜给皇上下的毒，我要是动了这些赏赐的话，说不定皇上会摘了我的脑袋。这件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皇帝小儿不会知道的，拿着吧。谢谢大哥了，小弟真的不需要。真的不需要？我看起来很像缺钱的样子吗？啊，大哥自己留着用吧。我给你了啊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别怪我。好，我不怪你。我知道我这个大哥呀，最讲义气了，有眼光。哎，大哥，不过你要的那几副药材，我已经找人在配了，有几味呢，确实宫里也没有。宫里都没有啊？不瞒大哥说啊，这宫里边啊，也不像你们想的那样，什么都有。就拿药材来说吧，珍稀的药材、不常用的药材，这也不是随时都有的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给你办妥了。还是龙小弟讲义气。站住！又要去哪儿啊？我存粮没了，打算出去买点好吃的。就知道吃。你知不知道，孙福失踪以后，清廷上下有多震动？现在外面风声有多急？知道啊，不过孙福跟他的贴身侍卫早就死翘翘了，怕什么？你呀，本事不大，胆儿倒挺肥的。现在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对反清势力的清洗，不要说是元州，就连京城，也比平时多了很多的暗探。知道了，猪哥哥，我就出去买点吃的，马上就回来。你的保证我可信不过。你还记得元州春风院的老鸨吗？当然记得了。那日我跟叶哥哥把他的春风院洗劫一空的时候，那个老鸨呼天抢地、撒泼打滚的样子太有意思了。抢劫妓院，亏你想不出来。每次行动都是这样，不知道轻重。当时情况那么危急，少跟我嬉皮笑脸的。听说那个老鸨进京找鳌拜告状来了，你要是碰上了，你以为啊，就凭你这个不入流的易容术啊，能逃得过他那双老眼吗？猪哥哥，京城那么大，怎么就被我碰上了？那也太巧了吧！万一碰上了怎么办？万一碰上了，那我就脚底抹油溜呗。反正在咱们几个当中，我的轻功是最高明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雷军伟啊，回来！香，烤鸭来了。放这放这。爷，你慢用。就等你了，走一个。客官且慢，客官且慢，对不起，这盘烤鸭呀上错了。哎，给我放这儿，没上错啊，我也点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隔壁那雅间的客人也点了烤鸭，只不过不凑巧，本店今天就剩这么一只了。那这也是我的，我先点的，所以烤鸭就是我的呀。客官您看这样，今天您的菜钱我给您老打个8折，另外再送您老2个好菜。呸！谁要你打折？小爷有的是钱，看到了吗？真金的，拿去拿去。客官，隔壁的客人来头不小，小人实在是得罪不起，还请您老多多包涵。你才老呢，你才老呢！呸呸呸呸呸！这还天下第一酒楼呢，怎么吃个饭都这么势利啊？我不管啊，反正这鸭子就是我的。得罪得罪，这鸭子我先端走了。给我！松手！是谁抢了被中堂大人点的鸭子啊？拿走拿走吧，我好像没那么喜欢吃鸭子，拿走吧。这只鸭子都被你吃过了，我们还能要吗？天哪，我今天出门为什么不看一下黄历呀？是你？不是我，小丫头，上次在我春风院，你就已经被我识破一回了。老娘我阅人无数，
就你这点小把戏，能瞒得过老娘的眼睛吗？想吃顿饭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给我抓住他！楚哥哥，谁让你出门的时候诅咒我？现在我该怎么办啊？原来是个小丫头，刘妈妈。是。和穆太大人一起离开春风院的那个姑娘，就是她。回中堂大人就是她。你别老这么盯着我看呀，盯得我心里直发毛。啊，冷静冷静，现在一定要冷静。大胆妖女，你把知府大人弄到哪儿去了？还不快从实招来！若有半句假话，我……妈妈救命！妈妈救命！哎呀，只要你老老实实说出知府大人的下落，我可以向中堂大人求情，饶你不死啊！快说，真的？快说快说！行吧，那我说。那日知府大人呢，说要带小女子去一个好去处，当时小女子开心极了，还以为从此攀上了高枝，可以无忧无虑了。可谁知道知府大人却把小女子带到了一个特别偏的地方。当时我就想啊，这也许知府大人的正事太厉害了，想要收小女子做外宅。可是这马车跑到一个小树林，知府大人自己下去了，让小女子在车上等他。这小女子啊，就偷偷掀开车帘子，就看到知府大人跟一帮黑衣蒙面侠说些什么。黑衣蒙面侠？那他们都说些什么？他们说了什么？什么谷啊，什么王啊，什么蒙，什么……他们是不是在说明珠谷、晋王？对，他们说的就是这些。这明珠谷本是反抗朝廷的一个秘密基地，这晋王应该指的就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所封的那个李定国。后来，这个永历帝被吴三桂给绞杀了，他就诈死逃亡，纠集了一帮乱党，一心妄想着反抗朝廷。那，难道知府大人的失踪与那群乱党有关系？他们还说了些什么？他们好像还说了什么，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，没有后退之路了，暴露就是死之类的话。难道知府大人？我早就怀疑这些个归顺我大清的降将之中，难免有心怀二心之辈。这个穆泰原名叫孙福，本是李定国的二儿子李嗣兴的心腹手下。这件事情必定是李定国指使的，他假意归顺我大清，现在却勾结了一帮前明的余孽。丫头，他们还说了些什么？你
我仔细的想想。他们都是一些零碎的只言片语，我也没听清楚，但是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名字。他们每当说到这个人啊，声音高涨，义愤填膺，还破口大骂呢。他们在骂谁？他们好像在说什么敖王吧，敖乌龟，还敢称自己是第一勇士，早晚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小丫头，你别害怕，你给我往下说。后来呢？这后来啊，小女子就听明白了，好像是知府大人想带小女子去那个什么明珠谷，刚才说的明珠谷，但是那几个黑衣人呢，偏使不让，他们让知府大人把小女子给杀了。当时我怕极了，这个时候，知府大人旁边的卫队长直接把刀就给拔了出来。驾！驾！你来驾马车，我去对付他们。我不行，我不会驾马车。想死就快点，抓住缰绳！快！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小女子就拉着马缰绳，一直跑啊，就听到后面刀剑撞击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就跟着马车一直跑。这后来马儿累了，停下来了。小女子怕他们赶过来，把我杀了，我就跑了。这个卫队长，是我安排在孙福身边的一个密探，多半是他发现了孙福和乱党勾结，所以这个孙福才会杀人灭口。小丫头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去报官呢？啊！我害怕呀，一个是知府大人，另外几个是歹徒，我怕我去报官以后，反而会送了小女子的命。那我问你，你后来怎么又跑到京城来了呢？因为小女子不敢留在元州了，小女子怕他们追杀我呀，我就想说，要不要回京城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哥哥呢？但是京城这么大，我找不着啊，就只好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儿，过日子了。中堂大人，您说这丫头说的这番话可信吗？此事涉及到诸多复杂的背景和隐秘之事，绝非一个普通的小女贼所能够知晓。可是她又说的这番流畅，不像是临时编出来的谎言。大人，小女子再也不敢了，小女子再也不敢偷了，死也不敢偷了。大人，妈妈，帮我劝劝大人，别杀了小女子啊！这是小女子以前偷的，全当孝敬您的。帮我跟大人求求情，千万别杀了小女子啊！妈妈，中堂大人，您看这丫头该如何处置？且先不要声张，这样，先把这个小丫头带回府上再说吧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主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刚才奴才到慈航药铺去传话，药铺的掌柜跟我说李少侠他失踪了。一环失踪了啊！药铺的掌柜说，李少侠的哥哥现在急得团团转，正在安排人四处寻找呢。来吧。不是吧？你去给我拿2个白馒头。哟，那你想吃什么呀？
哦，您不会以为您还在天下第一楼上冲大爷呢吧？妈妈，我刚才在9楼对您多有不敬，但是您别忘了，我还孝敬了您2锭金元宝呢。所以呀，我才来给你送2个馒头啊。妈妈我呀，也是有原则、讲情义的。2个馒头换2个金元宝，这馒头也是我见过最贵的了。不过有馒头总比没有强，起码不会被饿死。吃。这些馒头里再加几片烤鸭，哇，那烤鸭的肥油在嘴里流淌着。哟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只想着吃呢？哎，你就不怕这是你最后一顿晚餐？怕怎么办啊？怕也得吃啊，总不能这样等死吧？妈妈，其实这京城啊有不少小肥羊，都被我宰过。我在住处啊还藏了些钱，要不然咱俩平分？不行。64，我4你6行了吧？不行，你就是全给我，我也不敢放了你啊。哎呀，这钱再多，没命花了，也没意思了，不是？妈妈，哎呀，求求您了，您说杀了我容易，但是你们把我留着有用啊！京城肥羊那么多，我出去帮你们抓肥羊啊，回头那钱全都给你，你看行不行啊？放了我啊！哎呀，你这小丫头啊，果然是有点意思。妈妈我呀，训练了那么多女孩子，她们也全是中堂大人千挑万选出来的，可是她们呀，没有一个有你的美貌，也没有一个像你这么机灵。所以妈妈，你这意思是可以放了我啦？哎呦，我哪敢放了你呀！哎，不过妈妈我呀，也是有原则、讲情义的，也不能白生了你的金元宝，不是？我今天呀，就是来给你指条生路的。妈妈，请说。易姑娘那一番谎话，说的是声情并茂，丝毫没有破绽，居然连老奸巨猾的鳌拜都被她骗过去了。这鬼丫头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，就胆大包天。她虽然骗过了鳌拜，可是也被鳌拜带进了鳌府。鳌拜究竟会怎么处置她，还很难说。我们呀，在鳌拜府中也发展了内线，不过鳌拜不信任我们，我们的人只能在外围当差。不过我已经吩咐下去，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打探消息。鳌拜性情暴虐，易欢在他手里非常危险，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救他出来。少主，龙三少爷那边差人来问，可救出易欢少侠了，是不是需要什么协助之处？你去告诉他们，还没有找到易欢，不过我们会自行解决，就不麻烦他们了。多谢他们的好意。是。妈妈，你选对人了。看我，大杏仁眼，大双眼皮儿，大美女，而且关键是我肤白发黑，大长腿，娇俏可爱，大美人儿。你选我真是选对了，我是万里挑一的美人儿啊！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怎么，你不答应？这中堂大人可不缺钱，他缺的只有美女。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那能不能先给我上一盘烤鸭，再来一壶桂花酿啊？我得吃饱肚子才有思考的余地嘛。唉，小虎，通知鳌府的内应，告诉他，我会在府外100丈之内的地方等他的消息。一旦鳌拜要杀易欢，让他立刻发出信号。少盟主的意思是，万一鳌拜要杀易姑娘，您就亲自冲进去救她。鳌府戒备森严，少盟主的身份非比寻常，千万不可冲动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自不会冒险。不过如果鳌拜真的要杀易欢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少盟主对易姑娘情深意重，只可惜她还懵懵懂懂，
不知珍惜，反倒给您惹麻烦。易欢不是有意的，我不怪他。你快打探消息吧，我也要召集人手，做好随时闯府救人的准备。属下遵命。看来易欢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他的哥哥不肯告诉我们实话。是啊，主子。不过这事我看您就别太着急了，他们江湖人士出了事情，总有自己的方法来处理。再说了，现在咱们也不方便出手啊。你派一些人在慈航药铺外守着，一有消息马上通报。主子，您看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要不您还是先回府吧，不然的话，这老太太要是知道了，可又得怪罪奴才了呀。走吧。好，请。哎呀，您这整只烤鸭都吃完了，还没考虑好呢。好了好了，带我去梳洗打扮，我要去见中堂大人。就知道你是个机灵的丫头。刘妈妈，你真觉得易欢这个丫头，她合适吗？大人，这宫中虽然美女如云，可大多怯懦胆小。像易欢这么娇俏活泼、聪慧机灵的女孩子不多。如今呀，皇上正当青春年少，应该呀很容易就被这种女孩子吸引的。这个丫头啊，生性胆大，喜欢疯，我真怕她入了宫以后啊，咱们不好掌控。易欢这丫头啊，是有很多弱点，贪财贪吃，又贪荣华富贵，怕苦怕疼还怕死，所以呀，很容易就被掌控。况且呀，咱们还可以给她服用大补丸呢，到时候不怕她不听咱的话。咱们先后也送了不少的女子进宫，可是只有一个被皇上宠幸，只可惜又被新来的厉贵人抢去了风头。眼下咱们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，这一次只能再赌一回了。不过老身这眼下唯一担心的是，这丫头她会武功，只怕进宫之后会不会引起怀疑啊？这倒无妨。咱们满族的姑娘从小跟着父兄在马背上长大，会骑马射箭，这是寻常之事。这样，老夫为她伪造一个武将之女的身份，这样一来，她会一些简单的武功，不就说得过去了吗？对。老爷，易姑娘已经梳洗完毕，正在厅外等候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小女子拜见中堂大人。好，谢谢中堂大人不杀之恩。易欢，你是否真心愿意为老夫所用啊？小女子誓死效忠大人。这什么呀？香香的。这是大补丸，吃了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如玉，永葆青春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
这大补丸确有补气益血、健身养颜之功效，只不过一旦吃下去，就必须每个月都要吃一颗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会肠穿肚烂，让你死得苦不堪言。怎么样？如果你愿意为老夫所用，就服下这颗大补丸。只要你能够乖乖的听老夫的话，老夫每个月都会给你一颗的。那大人，如果我不吃这颗大补丸，您是不是就要杀了我啊？哼！你先是对元州知府勾结乱党一事知情不报，后来又在这天子脚下偷盗行窃，这哪一条都该杀头。哼，什么大补丸？不就是慢性毒药断肠散吗？本姑娘10岁的时候就会配，也会解了。我现在这副害怕为难的样子，不过就是为了麻痹你这个大坏蛋。哎呀，我说丫头啊，你可是聪明人，吃下这个大补丸，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你要是不吃啊，你这个小脑袋马上就搬家了。甜甜的，跟糖似的。还有吗？你真拿它当糖丸了，当饭吃呢？您看你，我不吃的时候吧，喊打喊杀的。我说再吃几颗，你又舍不得。你说这丫头多有趣啊！刘妈妈，离这批秀女进宫的日子只剩下7日了，你要抓紧时间好好的调教她，切不可让她露了马脚。是大人。什么？鳌拜不仅没有杀易欢，还给他安排了一处别院，派了2个丫鬟来伺候他。易姑娘也不知道想出了什么办法，事情的进展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至少易姑娘暂时安全了。少盟主，还请您先撤，我们的内线会想尽办法跟易姑娘接上头的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禀报少盟主。好，多加小心。中堂大人，玉欢这丫头果然是极聪明，学什么一点就通。可她就是不肯用心学呀。我也都测试过了，不管这琴棋书画还是女工歌舞，这都是略会一点，却样样都稀松。大人，这离进宫的日子只剩下不到5日了，这老身再怎么细心调教，也都来不及了。妈妈，大人，这也不能怪小女子啊。小女子12岁那年，父母便双亡，唯一的哥哥还跟小女子走散了。我啊，只能靠着尼姑庵的师傅们接济，才能勉强填饱肚子。这哪有什么机会去学什么琴棋书画、歌舞女工啊？可这女子应会的技艺，你样样稀松，这怎么才能够引起皇上的注意，讨得皇上的欢心呢？如果说女子必须才艺出众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那之前妈妈培养的美女们个个才艺出众，可不也是没成功吗？如何讨得男人们的欢心？刘妈妈她最有经验，她培养出来的美女，个个都能让男人们神魂颠倒。只可惜皇上他年少，情窦未开，再加上这后宫美女众多，没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所以他们才未能大展身手嘛。哎，这您就说对了。要想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光靠才能和技艺非常好是不行的，是要动脑子想办法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，妈妈？哦，那你告诉老夫，如何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呢？这个嘛，我现在也说不好，这得进宫以后啊，随机应变。大人，若说这随机应变，易欢这丫头可是比别的姑娘强了千百倍。大人放心吧，为了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，也为了我自己能在宫中谋个好前程，我一定会努力引起皇上对我的注意。也罢，这圣心呀最难测，如何邀得圣宠，这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只可惜老夫没有女儿，
若是老夫有一个像你这般机灵的女儿，那就好了。哎，依父在上，干女儿给您磕头了。老夫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怎么就认起干亲来了呢？你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丫头啊，你可真会顺着杆往上爬呀！好，老夫就认了你这个干女儿。快起来吧。哎，谢谢义父。对了，义父有件事情必须要提醒你，我们这门干亲只能私下里认。等你进了宫以后，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若是皇上知道了你是老夫安排的人，那对你对老夫都不会是好事情。义父您放心吧，女儿我呀不会乱说话的。你真是长了个七巧玲珑心呐！好，既然你认老夫做了义父，那作为义父就得有所表示。义父送你一件礼物。这件金蚕丝背心乃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物，轻薄柔软，却刀枪不入，水火不进。当年敖大人出生入死，立下无数战功，先帝才将这件背心赏给了敖大人。唉，如今他却把这件背心赏给了你，可见你呀，对他真的是很重要。你们要我去皇帝身边做卧底，当然得先笼络我了。但如果事情不顺利，你们肯定会杀了我灭口。到时候就算我穿着金蚕背心，也不可能逃过你们的毒手。哎，妈妈，我能拜到中堂大人门下做干女儿，那多亏了妈妈的帮忙。您放心吧，以后如果我大富大贵了，肯定不会亏待妈妈您的。就你的小嘴会说话。哎，妈妈，我看看金蚕背心呗。啊，哎，你看看，金蚕背心有那么厉害吗？哇，真的都没破哎。妈妈，你快帮我收好，快！朱哥哥说过，京城第一酒楼和鳌拜府中都有咱们明珠谷的内线，那他应该已经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了，肯定会让府邸的内线来和我接头。这老东西一直守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的，真是讨厌。这都是吃的？是的。依姑娘，这些菜是特地从京城第一酒楼给你订的，尤其是这盘酱鸭头，是酒楼新来的厨子朱师傅为您准备的。朱师傅说了，姑娘品尝过后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，朱师傅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记得再给我拿一壶桂花酿过来。是。妈妈，您看啊，这么多美食，其实我应该跟您老一起分享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吧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贪吃。再加上上次您在酒楼里跟我抢一只鸭子，那事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啊。所以，您要是跟我在一桌吃饭的话，我这内心肯定会特别害怕。要不然您就先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吃的，我自己回房间吃。哦，不过，待会儿吃过晚饭之后啊，我要陪你一起同床共眠。这同床共眠就算了吧，我从小到大都没跟人同床共眠过，而且这同床共眠，我看着您这张老漂亮的脸，我睡不着啊。今晚不行，我必须要陪你一起睡，因为今天晚上妈妈要调教你一些床上功夫。哎呀，只有这样，皇上召你侍寝之后，才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
你现在害羞啊，等将来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圣宠，你还要感激妈妈的调教之恩呢。行，我谢谢你妈妈。你别说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走吧，你说的我都凶死了。快回去吃饭吧。鸭子，已安排内线救你。进来吧。易姑娘，您要的桂花酿。玉欢姑娘说，她决定将计就计，待进宫之后，把鳌拜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龙三，以挑起鳌拜和康熙小皇帝的矛盾。易欢虽然口口声声反对我们光复大明，但一旦有机会，还是会奋不顾身地帮助我。玉欢姑娘还说，鳌拜对她不太信任，正在满京城查找他失散的哥哥。为了不让鳌拜起疑心，还请少盟主做好准备，配合他演好这出兄妹相认的戏码。知道了。